5月16日，受美元走軟和美國經濟數據疲軟的提振，而俄羅斯總統普京未出席和平會談，則推動了部分避險買盤。現貨黃金週四收盤報升62.48美元，升幅1.97%，收報3239.61美元。美元走軟與經濟數據疲弱，美元指數下跌。美元指數當天下跌0.16%，會使美市收於100.878。與此同時，美國4月 PPI 意外下跌，零售銷售增速放緩及 CP 率低於預期，強化市場對美聯儲9月減息的預期，提振黃金的吸引力。地緣避險需求，俄羅斯總統普京未出席土耳其和平談判，派次級代表團與烏克蘭磋商，削弱停火預期，推動避險買盤。週四的數據為美聯儲減息創造更大的空間，市場參與者加大對美聯儲2025年的減息押注，目前預期減息53個基點，高於週三預期的48.5個基點。黃金除非出現短期疲軟，否則預計黃金將保持上行勢頭。需重點關注的因素包括交易所交易產品、AP 資金流、官方部門需求以及市場的購買行為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